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一块来欣赏布袋戏。其实提到了传统布袋戏，现在真的是日渐式微。不过呢，大师级的李天禄，他的一名嫡传弟子黄武山就积极的保存布袋戏，同时呢，他还将客家的曲调融入布袋戏之中，非常的颠覆传统的想象。但更令人惊艳的是，他是积极的传承，开班授课，就希望能够发扬客家的布袋戏。布袋戏偶灵活舞动，躲在舞台背后操控的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，他叫黄武山，他演活了客家布袋戏。大家好，我係謝偉，嚟到表演布袋一本大家看，大家唱歌，大地唱。1、2、3、4，哎小，哎呦，还跑。暑假正当其他的学生忙着玩乐，住在苗栗竹南的这群孩子拜师学艺，小手放进了戏偶里，听着老师黄武山的口令，学得有模有样。眼睛闪气就1、2、3、4，来预备，1、2、3、7，走。黄武山教布袋戏，也教客家话，还把客家音乐中的平板、山歌子、老山歌等曲调融入布袋戏，展现客家文化之美。那客家语言就自己的母语，那用自己的母语其实很亲切。我这个年代了，那现在小朋友就不一定了。对啊，那我觉得一方面推广这种客家语言，客家文化不一定是语言，也有音乐，也有一些俚语。那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牵扯的层面很广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不去做，就没有人去做啦。帅，停，你的食指不要动啊，食指不要动。几年前，在客委会逐梦计划的辅导下，他前往捷克、波兰、法国进行文化交流。回台湾，他积极传承，就怕客家布袋戏断了后路。向小朋友推广啊，因为这种东西现在很少看得到啊。如果你没有推广，以后就没有观众了。像这些小朋友都是做一些推广，做一些算是推广，让他们用布袋戏去演。甚至他们自己的语言、自己的故事，我觉得这样对布袋戏有另外一条路，我觉得也是很好的。以前我是在学个3、4天才学会的。黄武山总是跟学生说不要气馁，而他自己也从不气馁，努力传授，希望来日小学生能成为接班人。山歌子特殊的客家节奏为布袋戏曲画龙点睛，小朋友纯真的专注眼神让小小戏偶翻飞腾跃。黄武山发挥客家应景，舞台上精彩演出，舞台下努力传承。30多岁的年轻人擦亮客家布袋戏的感动时刻。